大家都会好会咧，你客家会解，但是老记哟，撒下来爱咧学过用慢音重咯，解规矩学起来其实只有限了解方式，我知道很那简单呢，你还要请大家强下来唱歌。撒下来呢 ，Rita 要请所有嘅观众朋友睇嚟 Rita 强下来唱呢首歌曲，不用开心，你做得当太胆嘅唱。唔讲很有得重用角色，唔怕 Rita 来教你，我会念一百歌词，喊个唱一遍俾你听，撒下来你识教念嗌了，做得吗？好，准备好了，从第一句主歌开始哦。第一句系念佛佛界世界，想象一下你唱歌有感情哦。念佛佛界世界，像俺讲话咁讲，好，我来唱了。念佛佛界世界，有感情的唱，完意了。开始来唱，念佛佛界世界，唱到当好是不用感情，最好有半音，最好有风吹来，最好有风吹来，好，最好有风吹来，咋个来唱哦？最好有风吹来，你做得牢记嘅後背音。來，就咧any 講話嘅方式來，我收到 e 嘅音，所以來唱每音是按音唱，唱了把喊啊講，最好有風吹來，唱得當好，就繼續聽一句哦。解兩雙嘅感覺，解兩雙嘅感覺，唱強下來唱哦，解兩雙嘅感覺。從兩句嘅時間，你做得很難放棄，因為開始有兩種嘅感覺。解兩種嘅感覺，是從安尼目睭做得攝起來當享受。接下來是講，愛莫講你也知，愛莫講你也知。準備好，開始來唱哦。愛莫講你也知，愛莫講你也知，了解你也知。好，是從你講話，所以其實寫歌當重要，旋律老歌詞用半音搭配，造詞喊腔當重要。知，你也知，你也知，係咪啱彈嘅就當清楚。好，接下來呢繼續下去哦，心照界世界，心照界世界，心照係咪有一種清晰嘅感覺？所以呢，心照界世界。心照界世界，唱得當好，10個預備哦。心照界世界，最好太太上腳，最好太太上腳。你一件你未做得，最好太太上腳，是從你嚟發泄你嘅情緒，是你太太上腳，太太上唱出來。10個預備哦，最好太太上腳。好，當好，最好太太上腳。哎呀，未做得你看，探輕嘅清晰，未做得冇強用哦。接下來係講冇奈何戲，冇人好講；係講冇奈何戲，冇人好講。你唱呢一句哦，呢種心情又冇強用，所以唱歌嘅時節做得帶入你自家嘅心情。係講冇奈何戲，冇人好講。好，呢一句記喺呢節奏方面要掌握到，係講冇奈何戲，冇人好講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係講冇奈何戲，冇人好講。好，唱得當好哦，是昨天用半音。唱，來彈 Rita 唱歌，是唐愛唱歌，是唐愛唱歌，是唐愛唱歌。是唐愛來唱歌。安尼心情是話好哦。彈了歌曲進入到聽一段，伊講一個一批一批上，你係啲形容，是從啲講故事形容。所以講故事時間做得還有情景，還有畫面。來唱哦，一個一批一批上，唱得當好，再一次哦，一個一批一批上。好茶以後慢慢送，好茶以後慢慢送，唱得當好哦，10個預備哦。
茶以後慢慢送。你看 Rita 唱的時間，我會送，因為你講話的時間偏送，其實轉到鼻音，所以我會慢慢送，轉到鼻音。你咪係唱歌啲表達嘅歌詞，和個老顯率強下突破的時間，我係非常重要嘅。繼續下來，你係人生一步一步行，人生一步一步行嘅，一步一步，你做得有行路嘅感覺，你做得有小心啲前行，和個當色彩啲向前行嘅感覺。人生一步一步行，王一唱了。人生一步一步行，等好哦，接下來聚會一點一點天天上，聚會一點一點天天上。呢一句呢是天天上，音下高調哦，大家唱歌音嘅時節，其實因為經常講我見我唱歌音，趕緊來唱，等等，你係唔錯哦。其實唱歌音嘅時節，喺那聽貼是本聽，身體嘅肌肉也係講貴張音是不用輕鬆，本聽，天天上，聚會一點一點天天上。當輕鬆，全有一隻鹽湖線咁上去。好，來唱一句哦。聚會一點一點天天上，鏘本期結束，下面唱一段是輕鬆，韓國優美嘅感覺。繼續下去哦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，開始唱到重點了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，老自家講話，老自家係心講，做你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繼續進入呢團當中也講，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所以你是打開你的心，做自家是好嘞。好，唱下來唱哦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本意唱了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唱到當好，趕緊乜嘅頭裡下試下，做得動態啲嘅唱。當沙皮嘅唱，當唔該乜嘅頭裡嘅唱，趕緊乜嘅頭裡下試下。王一了，趕緊乜嘅頭裡下試下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王一了，不用開心，做自家。人生路是由自家天天行，人生路是由自家天天行。王一了，兩句話來當堅定嘅唱出來。人生路是由自家天天行。剛才 Rita 唱嘅時節，人生路是由自家。像廣播嘅強弱，所以你係唱歌嘅口氣，你咪做得照你嘅口氣來表達你嘅心情。唱到當好，你係你唱透到尾，過來唱一遍哦。你係讓我強下唱哦，好嗎？來唱 Rita 唱咗演唱呢首歌曲《表》。夜浮浮嘅時節。最後有風吹來，該涼爽嘅感覺，我無講伊也知，心照嘅世界，最後太太上飄，係講無奈何以無言好講。是當愛唱歌，要不一筆一筆寫，好茶以後慢慢說，人生一步一步行，聚
上到等好哦，用俩水果 Q Rita 祝福所有嘅觀眾朋友，人生路你是做自家時候，為自家負責，祝福你幸福快樂，俩寫俩水果 Q 表，祝福大家嘅。哇！大家唱到當好，係咩詞都客家歌當好聽呢 ？Yuki Rita 嘅歌，好唱到當好，咪加入個 Q 來學習客家話。韓國呢，大家最近經常呢個客家話是為見來見了了。基本呢個幾隻口唱大家對於客家嘅詞彙韓國記得幾多呢？以下 Rita 邀請大家共下來做隻總複習，共下來啦，基本嘅所有嘅記所有嘅詞彙，摘過來記一擺哦。